了，我有些物件落啦吼，甲你讲诶，因为这是咧解说，因为佛教上因咧讲诶每一诶即个十回向十住十行，伊诶即个位啦，不过这无足重要，咱了解这个名啦吼。所以十地菩萨开始的见到叫做欢喜地，因为你过去做回向了，你开悟见到佛地叫做欢喜地。叫离合地，第三叫做福分地，第四叫头位地，第四叫极乐世地，第六叫做现前地，第四叫做观天地，第八叫不动地。迄个不动地就是讲它不会在这个变化这个观天地就是你按照继续按照行观念的行为，就跟住讲你按照继续努力。不动地最到这来成地。发问地定实地菩萨啦吼，到遮来对地面遮来开始拢袂变啦吼，到了加上了顶格两格啦吼，这两个加做伙内底当中是佛啦吼，但以违法而有差别，拢一定这个人拢爱受违法，但是这个差别位就是咱拄则讲一个差别位啦吼。